耶，好啦，如果老師話開測不識抄分數，咁你應該點樣回應佢呢？諗過新啦，你咁樣我好難信嘅，你咁樣我好難信嘅。因為現在我們在做死記操，所以我們一定要進入書本對高一點。分數低你就見家長，分數低你就見家長，分數低你就見家長。最後為了速戰速決，做完功課去打機，我們會點樣講呢？我會咁樣同佢講，抄完就算數，我要瞓覺。抄完就算數，我要瞓覺。抄完就算數，我要瞓覺。我們做這個動作的時候，感覺要眼瞓，仲要有黑眼圈一點嘅港式奶茶。我要瞓覺，波怒爆，大家咁熱烈讀書一定好辛苦，完全感覺得到好啊！做完學生受氣，同功課死機之後，來到最悲壯嘅八科，考完生存操，哇好聊來吧！當你見到老師鬧完人，聲晒失聲，好似個破風箱咁。作為學生，你要馬上遞粒口糖俾佢，心裏面鬧人傷身又傷心。鬧人傷身又傷心，鬧人傷身又傷心。講嘅時候身體要盡量掃埋一點，費事佢噴口水落你度，預備非常好。但係轉個頭到了午飯時間，你發現打工仔食1個鐘，你得個20分鐘，又要排隊又要吞。這個時候你就要強調，食得咁急會胃痛，食得咁急會胃痛，食得咁急會胃痛。講嘅時候一定是語氣要很趕，好似等緊隻雞鐵咁。點解我得30分鐘？點解我得30分鐘？點解我得30分鐘？